讲的，然后外面有送花篮，我看到我吓一跳了。刚刚送花篮的是李宗盛大哥。送水果就好了，花又不能吃。可是花篮这样很贵，几千块。我很少这样又不是出专辑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乱传简讯给很多人，他们可能不好意思来，就送花篮。怎么办呢？这样会不会得罪很多业界的大哥大姐？好，不管，但至少他们有心嘛，真心的。好，我还想要唱一首，也是我很早之前的一个中文的作品。然后说是我来自台东都兰阿美族，有去过都兰吗？有。对啊，现在都兰国小很夯的，你不知道？其实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都兰国小书包。然后台北应该买得到吧？真的有这个学校，我杰出校友哦，真的，我忘记我第几届毕业了。现在我们那边都兰国小很红，连大陆客都要去那边观光看国小。我想说，人家小朋友很认真读书，你一直看他，他也会一直看你啊。就会很不好意思，就是你买书包就好了，这样气氛对就好了。但是小时候不喜欢讲自己从都兰来，你知道都兰就是讲台语，尤其是县政府的每次办县运的时候，现在进场的是都兰国小，老师他的中文不好啦，就小时候我们那边的人都会有背负这样同样的命运。就是不喜欢这个名字。那如果真的要用阿美族语来讲的话，我们那边叫阿都兰，好像也没有很好听。就是中文还用母语讲都怪怪的。我们那边的人小时候都会有背负这样的，就是大家问我们说从哪里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不好意思，我们顶多讲从台东来的。然后我的名字又很奇怪哦，我叫署命，署命是我的阿美族的名字，然后翻成中文是木炭的意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木炭呢？就是小时候也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怪怪的啊。有人一直叫你木炭，你会那个心情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但还好啦，我看到我爸爸比较他的名字，我就觉得我安慰多了。我爸叫扎基阿美族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笨斗的意思。就是阿美族男人怎么了？就是阿美族是母系社会，然后男生都是嫁出去的祸水。如果他不具备有一些功能的话，没有人会娶我们。所以母亲阿美族的妈妈母亲们，他们就会给男孩子都取一些就是有功能性的，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嫁得出去，会有人要这样的。所以男生的名字都很特别。然后木炭后来长大之后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把它形容转变就是 energy 嘛。也是嘛，能量嘛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 energy， 每个人心中都有宿命，不是很好吗？对，不是只有烤肉而已，然后才会想到木炭。我都后来才慢慢的有一些释怀，就很喜欢自己名字，也很喜欢自己的家乡，甚至喜欢自己部落这样，就开始。出唱片的时间点也很妙，其实早在2000年吧，所以那时候有机会认识很多业界的老师。因为我参加比赛，就我17岁开始写歌，但我唱歌不是很好听，所以都是参加写歌比赛，很少参加唱歌比赛。唱歌都找那个，反正原住民都很会唱的嘛。我那时候有一个同学，他们家很妙，他们家他的阿公很有名，就是郭英男。他们家长得乱七八糟，可是唱歌都很好听的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其貌不扬，我其貌不扬啊，很有成语，其貌不扬，根本是天籁。
就是那个，可是慢慢的写歌，很多评审老师就开始认识我，然后一开始是李寿全老师，然后是帮王力宏做专辑，那时候我想说我也很想要那样，因为我写歌，但唱歌我真的很弱，所以老师迟迟都不肯答应。可是那时候我有机会写歌给齐秦，我吓一跳，还可以歌还可以当主打歌来拍 MV 这样。然后但因为唱歌不是很好，家里又没有什么钱，读书就读到一半我就去当兵了。再回来，然后在组乐团的时候，其实台湾的整个音乐市场不一样了，就是开始有 MP3了，然后 MP3把很多唱片都打垮了。本来一开始只有防盗版，有没有？现在也不用盗版了，都 MP3就传来传去的，就根本防不胜防，很多唱片公司就垮了。然后真的很开心可以出唱片的时候，06年突然出唱片的时候。哇，那时候跟我想象中的唱片的行业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有人出唱片会有保姆车，没有？打开进在里面还有小荧幕 AP9，对，还有小弟在旁边，没有了，就完全跟那个刚开始进入那个唱片的那个感觉不一样了，怎么会差那么多？然后07年入围金曲奖，就是那时候图腾乐团，然后入围金曲奖。又被苏打绿打败，我就开始想说我要干嘛？唱歌真的有我想要的吗？好继续唱，可是08年大家穷死了，政府还在发消费券，真的没有办法活了。我觉得我在音乐这个工作里面，我找不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完全不会像当初接触音乐圈那时候李寿全老师那个时候。我就决定要回去唱歌，决定要唱母语。我那时候想得很好，哇，我要回去部落里面做事情，我就办演唱会，然后用演唱会的钱回去部落带部落的年轻人，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没有自信的年轻人，就找回自信，找到一些就用文化来，现在不是都提倡观光吗？对啊，用文化来赚钱。第一开始想得很好，哇，办演唱会，然后办在都兰啊。让很多人认识都兰这样，那时候很有自信，然后门票好像卖多少，卖300块吧，忘记了。然后真的有歌迷去都兰，6个人。我们还讲说可以卖酒，卖了就先把酒冰4箱，然后还赔钱。后来想说谢谢你们来，因为我们只有加我7个，我们一起喝这样，4箱一起喝这样。我不知道那6个人的歌，我现在记不记得他们是谁了？我不晓得他们现在还记不记得我。可是那时候我决定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是错的，可能后来我还是再回来台北，然后唱，可是就很用力的唱主语这样，一直到现在，每年就会用演唱会的钱，然后去部落当做我们部落青少年的文化的教育基金，然后。他们表现不错的，就可以跟我一起表演。像刚才看他们2个，他们都长大了，都5年前的事情，我都5年了，很快。然后最近突然也碰到很特别的事情呢，我们也是第一次。